啊，继续来看高雄三民区一间庙寺，昨下晡来普渡发放着物资。本来是定4点半要来发放着号码牌，但是提前1点钟来发放。现场200外的信众为着要抢这个号码牌，是爆发着下杀的冲突。啊，庙方回应讲，是因为新明指示，才会提前来发这个号码牌，希望信众会当谅解。 建庙前有真侪乡亲伫冤家，到底是安怎？有一个查某人情绪较激动，边仔庙方人员伊甲按捺换一个角度来看。信众烧钱拜日拢无要烧娘，原来是要来念。普渡的爱心庙方人员维持秩序，就惊讲发生冲突。 一天尔，干那拜拜，干普渡啊！大家无照规矩啊，爱拜，啊无照规矩吼，为着要摕牌啊，烧咩为要领米啊，烧咩安尼啊无暗呢？拢会发就对啊。系啦系啦系啦。啊，发一寡啥物物件，啊人会足济吗？发米安尼啊。 哦。发米啦，以早嘛捌发便当啊，啊你啊慢慢啊有咧发人会烧报烧报嘛，就会愈来愈济嘛，本地就是安尼嘛。 昨下晡，高雄三民区顶中路这间庙要发普渡的竞品，有200外人要来领号码牌啊！要不号码牌提早1点钟发，这好这民众性质拢压起来。差不多将近100位没有领到号码牌啊，然后来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发完了，所以啊他们也会有一些唠叨啦，他们说啊你4点半才发号码牌，怎么4点半就没有了？所以变成说你们有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发，但这是神明的指示，然后导致说有些人没领到。对。 庙方讲这是神明的指示，才提早发放这个号码牌啊。虽然讲有一寡信众无摕到，也过有拜有保庇，加在这个冲突无扩大，无去影响到活动的好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